寫再見沒有勇氣，還是我暗裏的拼命相信，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，讓我熱情依然未乾，成為不我是怎麼看，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默默在世上亮光，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。我也很想可你看到，用盡努力動人，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再像前那般坦蕩。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，平凡人那麼多，多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或是我暗裏的拼命相信，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，讓我熱情依然未乾，成為不問我是怎麼看，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默默在世上亮光，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。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，在星火隨去過處，孤單怎麼看，對手只得一次為自己瘋狂，假使相信就拼命去闖，來定某笑着走過，明白像我要我做我的主角。多謝大家。